你咧敬畏上帝，咧唱歌的时阵，你头壳有咧想上帝无？你有用你的感情咧唱无？尽你的性，尽你的心。你检测会受搅扰，你检测心思意念会走去，但是我尽最大的气力，搁甲伊扭转来。我尽我所有咧敬拜上帝，迄个时阵，咱就是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上帝。请咱同心来恭受上帝的话。今日的经文记载于诗篇40篇第1节至第10节。我内心听候上主，伊有暗耳孔听我的哀求。伊对死亡的陷阱，对土地中，甲我扣起来。伊互我徛伫石板顶，互我的骹步稳固。伊教我因新的诗唱歌学罗咱的上帝。真侪人看到就敬畏来信靠上主，专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伊无拜偶像，无甲拜假神的人做伙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有为阮成就真侪奇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为阮安排计划遐尼多，要讲嘛讲袂了。祭司甲礼物，你无介意；烧化祭甲赎罪祭，你嘛无爱。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，所以我应讲，我伫遮。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律法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。你的律法伫我心内，我伫大聚会中宣扬你公义的好消息。上主啊，你知我要一直宣扬，我毋捌将你的公义看捌伫心内。我已经有讲起你的信息甲救恩，我毋捌伫大聚会中暗看你的慈爱甲信息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佮照伊的话来行的人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诗篇40篇。伫遮安尼讲，我要伫大会中宣扬公义的好消息。我无要停止我的喙唇，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在。我袂捌将你的公义藏伫心内。我已经表明你的信息甲你的救恩。我伫大会中袂捌稳捌你的慈爱甲诚实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唱诗歌就是伫敬拜中间来。敬拜上帝，用诗歌来敬拜上帝。迄个敬拜的意思，就是原底的意思，就是 worship。我想咧英语这个咱拢知，就是将值得尊贵甲价值，咱将迄个至高无上的价值，来归伫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尊重上帝的时阵，咱将上帝看作是尊贵、价值，而且是至高无上的，当作咱的第一位。迄个时阵，咱就是咧开始尊重，也就是咧敬拜上帝。但是有时咱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尊重伊的时阵，咱无法度用嘴讲出来，嘛无法度来描写伊的价值，咱就用诗歌来唱出来。表明咱心中的感动。长老教会的精神，一个最要紧的精神，就是这句话。长老教会一个最要紧的一个精神，就是咱的人生的目的，就是荣耀上帝。还有第二句话，就是掠上帝做咱的喜乐。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就是荣耀神，而且永远以他为乐。咱用诗歌咧敬拜的时阵，就是咧荣耀上帝，而且搁享受上帝，以上帝做咱的喜乐。这是长老教会的精神。当咱咧敬拜的时阵嘛是安尼，荣耀上帝，而且来享受上帝，来享受上帝，这就是敬拜的意思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有人甲伊问讲：我要伫倒位来敬拜上帝？
耶稣将这个意义讲甲更较清楚，讲人都要用心灵甲什么诚实来敬拜上帝。换一句话讲，什么？你只要用心灵甲诚实伫倒位敬拜上帝，拢袂要紧，拢会使。只要有心灵甲诚实敬拜上帝，迄比你伫什么所在、伫什么时阵、伫什么场所，搁较要紧。总是亲爱兄弟，什么是心灵甲诚实？这句话咱拢知，咱嘛听真久，圣经嘛真明确的解释，什么叫做心灵甲诚实？你即摆有用心灵甲诚实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安尼你互我看。你要安怎讲？你即摆是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上帝？你的心灵我看袂到，你要安怎？若要互你表明你家己讲，我即摆就是咧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亲爱兄弟，你要安怎讲？你较有拄仔咧祈祷的时阵，你也有想讲，较等中昼要食什么人，请举手。或者是你刚才想讲，无输较等毋知要讲什么。拄仔你咧听诗班的献诗的时阵，你有咧心中咧想讲，手小可走音的人，请举手。搁有你有咧想讲，唱了袂歹的人，请举手。我问你当你咧想讲，我感觉伊唱了真好的时阵，敢是用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上帝，是吗？无一定因为你是咧欣赏因的歌声，也是咧敬拜上帝。你是因为因带恁敬拜上帝，你感觉真好。或者是你是感觉因的声真好，倒一项拢有。我知你袂晓硬讲，拢有上保险。亲爱兄弟，请你一定要记得，心灵甲诚实无一定真简单。但是我家己咧问这个问题的时阵，拄好我看一本册，甲我的想法同款。心灵甲诚实，我甲伊定义做。就是耶稣捌讲另外一句话讲，你着真心、真心、真意、真力听主你的上帝。就是当咱伫敬拜中间，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真力听来敬拜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咱就是咧心灵甲诚实，咱就是用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咧唱歌的时阵，咱咧学乐的时阵，你咧敬拜上帝，你用全心、全部的感情、全部的意志、全部的气力咧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你就是心灵甲诚实。你就是心灵甲诚实。我感觉这个定义真简单，各位嘛真好去遵守。你咧敬畏上帝，咧唱歌的时阵，你头壳有咧想上帝无？你要用你的感情咧唱无，尽你的性，尽你的心。你检测会受搅扰，你检测心思意念会走去，但是我尽最大的气力，搁甲伊扭转来。我尽我所有咧敬拜上帝，迄个时阵，咱就是心灵甲诚实咧敬拜上帝。这是我家己的定义，我感觉真好。我看另外一本册嘛是安尼写，这个时阵咱就是心灵甲诚实。当咱咧唱歌的时阵，咧敬拜的时阵，咱会通问这个几个问题。我有受到上帝倒一部分是至高无上的尊贵甲价值无？我有用我的心迄个时阵伫遐咧唱无？我有专心咧练习甲唱嘛？或者是我的心搁走去到其他的去啊？迄个时阵，咱就是心灵甲诚实。咧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所读的诗篇40篇，伫遮咧讲这物甲那物你无欢喜，你已经拍通我的耳孔，烧化罪甲赎罪罪，嘛毋是你所爱的。上帝所爱的就是你的心灵的敬拜甲学乐，比你献祭更较好，比你的奉献更较好。亲爱兄弟，我用一个譬如。人去参加奥林匹克
的运动比赛，咧参加的时阵，每一个人参加的目的拢无相像。大家拢伫遐比赛，伫遐咧参加，伫迄个场所，但是每一个人参加的目的拢无相像。有个人咧参加的时阵，伊是为着，我就是爱比赛，我就是爱比赛，因为比赛真刺激，我就是爱迄个比赛。有个人比赛是爱得到奖品、奖金，伊真欠钱，所以参加比赛的目的就是爱奖品或者是奖金。有个人参加比赛，纯粹为着兴趣，我就是爱拍篮球、拍排球，爱走，这是我的兴趣。也有人比赛是为着得到名声，我就是爱毋茫当我得到冠军的时阵，全世界媒体伫迄个时刻拢咧甲我照。所以你看，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，大家人目标无同，有人为着奖金，有人为着兴趣。有人为着刺激，有人为着好名声，大家人的目的无相像。总是，嘛有人会参伊的目的，就是讲，当我咧参加迄个比赛的时阵，我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来比赛。迄个目的都完全无相像啊！相款，当你咧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当你咧学了上帝的时阵，亲爱兄弟，我甲你讲，你的目的嘛会无相像。有人来到教会是为了今仔日看到伊的好朋友，有人来教会做礼拜，伊是为了我兴趣，我就爱唱歌，我就是爱唱歌，所以我要来教会听圣歌伫献诗，我家己会通唱歌。嘛有人可能来遮敬拜上帝，当伊咧吟诗的时阵，伊伫这使我都爱遵守上帝，我就是基督徒的责任，伊为着责任来做礼拜。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爱做礼拜，总是亲爱兄弟，愿咱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存着一个心，我要荣耀上帝，我要开嘴来学了上帝，迄个目的会完全无相像，都完全无相像。参加比赛甲运动的目的会使无相像，参加敬拜上帝甲唱诗歌的目的，马上都无相像。愿咱咧敬拜上帝、唱诗歌的时阵，就是为着荣耀上帝，将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所做的作为，我要甲伊唱出来。请咱甲正手边、倒手边的，安尼甲伊讲，愿你做礼拜是要荣光上帝。所以你看，上帝讲伊无爱烧化者。伊嘛无爱你的礼物，伊要爱伫今仔日诗篇40篇讲，伊要爱你的敬拜，伊要爱你的学乐。对上帝来看，这个价值超越过所有的奉献以及礼物。诗班、圣歌队，搁较有甲咱的信徒有一个搁较深、搁较悬的意义，因为因毋若是来敬拜上帝，因至少搁有两项的意义。因第一个意义就是。因爱练习，咱毋免练习。因爱练习，因为因毋若是甲咱奉献来敬拜上帝，因爱阁将上帝互因的恩赐，这是上帝的恩赐。咱无一定拄人有唱歌的恩赐，但是因有恩赐，所以因爱将因的恩赐来奉献给上帝。第二项，迄个恩赐毋是敢若奉献出去尔，将上好的恩赐奉献出去。所以大家拜六因就练习，非常辛苦的练习，为着互咱的敬拜，因将上好的献出去，佮引带咱用诗歌学了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兄弟，圣歌队确实真辛苦，逐礼拜六拢爱练习，为着将上好的互上帝，为着引带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是毋是咱即马用一个掌声，搁一届来鼓舞咱的圣歌队，嘛感谢因，逐礼拜引带咱来敬畏上帝。诗歌毋若是要敬拜上帝，对另外一个意义，诗歌是上帝互咱的一个礼物甲祝福啦。所以迄个唱诗歌学了上帝，毋若单单是咧学了上帝。
迄是上帝互咱一个美好的祝福。我顶解捌问一句话，亲爱的兄弟，过去的一礼拜中间，除了聚会以外的时间，你捌伫个人的场所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家己的生活中间，你捌唱歌讹落上帝，捌唱诗歌的人请举手。毋望即个诗歌讹落，成做咱的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以前伫美国咧读册时阵，看到遐个伫美国的台湾人，因大概笑脸，因大概咧笑脸台湾的时阵，因就唱诗歌，因就唱歌。大概因怀念台湾的时阵，因就唱歌。咱看婴仔，婴仔伫遐咧哭，困袂去，妈妈就唱歌，歌声会通安慰人的心，互人的心得到感动。所以，这个神学家叫做陶恕，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上帝尽力呼召咱，转去到当初受创造的目的，会通永远来敬拜伊，享受伫伊内面的喜乐。搁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做 C.S. 路易斯，路易斯真心色，真心色。伊拄啊信主的时阵，伊无爱信主。伊接触基督教足久的嘛，感觉基督教足好的，但是伊就是无爱信主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安怎？圣经一直叫人，上帝命令人爱学罗伊啊！这项代志啊，伊的心肝头过袂过。要学罗是有感动才唱，啊，像那上帝都爱命令我，都爱定定学罗伊。这项伊的心肝头过袂过，所以伊无爱信上帝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伊明白一项代志。伊讲敬拜其实是表达出咱内在的健康。当咱会晓唱歌学罗上帝，是咱的内心有健康。而且伊阁讲，这句话是伊讲的。当人伫敬拜甲学罗上帝的过程中间，上帝甲人交通同在。咱咧唱歌学罗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甲人交通啦，而且上帝甲人同在。然后，当咱完全浸伫上帝的听的中间，伫伊的内面得到无法度形容的喜乐，学罗的声自然就走出来啊，自然就漫出来啊。所以至少伫即个短短话中间，即个原底无要信靠上帝，因为我就是无爱学到上帝的人。后来伫即段话内面，至少咧讲起几项代志。当咱咧唱歌学到的时阵，上帝甲咱三通咧交通；当咱咧学到上帝的时阵，咱会通浸伫上帝的听的中间；当咱咧学到上帝的时阵，会得到讲袂出的喜乐。伊的结论就是讲，喜乐甲学到无法度分开。喜乐与赞美不可分开，赞美与喜乐密不可分啊！所以喜乐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极大的礼物，真大的礼物。今仔日所读的诗篇40篇，咱看见到，当大卫拄到患难的时阵，伊笑脸过去，上帝安怎伫伊的生命中间来掌管、来帮助伊，互伊恢复公义甲公平，所以伊就开始真做一个常常学罗上帝。伊甲上帝讲：“你互我唱新的歌。”伊将学罗上帝当作伊生命的转变，将学罗上帝当作伊生命的转变的机会。所以你看，当咱软弱的时阵，咱唱诗歌敬拜上帝，会起造咱的信心。当咱家己一个孤单时，咱敬拜学罗上帝，咱的心就无再孤单。当咱受试探的时阵，咱敬拜上帝，上帝会出伊的手，甲咱扭起来。当咱受气的时阵，咱敬拜上帝，互咱的心灵得到平静。当咱的情绪无稳定的时阵，咱敬拜上帝，会互咱恢复内在的健康甲情绪。有真侪机会去爬床，
的中间去探访兄弟，讲真侪话，用圣经的话来鼓励甲勉励，也为着伊祈祷。但是，互信徒得到最大的力量，常常就是伫学老的时阵。当探访的人，不管是我还是甲兄弟做去探访的时阵，常常咧唱诗歌的时阵，人的心就迄个时阵得到真大的感动。所以，确实唱诗歌，互咱的心得到平静，而且得到安慰。上帝伫迄个时刻，甲咱伫遐咧沟通。我有另外一个真大的感慨，真大的感慨，就是大概到告别式的时阵，咧想讲啊，到底要唱倒一条？千唱万唱，较唱，都是唱最好朋友就是耶稣。这条歌确实真好，总是亲爱兄弟，但是这嘛是咧讲起另外一项代志。咱敢若记这条歌尔。圣诗的中间充满着侪侪的诗歌，充满着侪侪激励人的，伫无相款的时阵激励咱的诗歌，互咱会通唱新的歌，唱新的歌，学习新的歌，毋是永远就是唱迄条歌。迄条歌真好，嘛真有气力，总是咱会通学习唱新的歌。今仔日诗篇第40篇伫遮咧讲。讲以互我喙唱新的歌，就是学老咱上帝的话。侪侪人要看见来惊吓，而且要倚靠耶和华。上帝互咱唱新的歌。诗篇的中间有几啊位的所在，鼓励咱爱去唱新的歌。诗篇33篇直接讲，咱都爱唱新的歌。迄个时阵，因为伊体会到耶和华的信息可靠。互列国来归往耶和华。诗篇第40篇大篇嘛讲起，伊伫危难的中间得到上帝的拯救，所以咱来唱新的歌。诗篇96篇，伊嘛呼吁每一个人都爱唱新的歌。诗篇90篇、98篇嘛讲，你都爱去唱新的歌。所以伫遮所有的诗篇的中间讲去唱新的歌的时阵，伊至少代表两个意思：头一个，伊经历上帝能力的时阵，都爱唱新的歌。第二，当伊体会对上帝有新的体会的时阵，相款的歌，伊会通搁唱的时阵，对伊来讲就是新的歌。亲像讲，当你得到医治的时阵，你唱歌；但是明年你搁得到医治的时阵，你唱同一条歌，这条歌对你来讲就是新的歌。无拄一定另外一条，总是迄条歌对你有产生无相款的意义。上帝的能力无相像，迄个时阵，咱就唱新的歌。我做囡仔时阵，总爱唱咱拄仔唱迄条歌，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。迄个时阵是唱华语版的，唱你真伟大。迄个时阵，团契客友大家做伙，斗阵的时阵，大家就唱你真伟大。这条歌差不多是排行榜第一、第二。大概斗阵的时阵，大家就唱你真伟大。我即摆回想起来。迄个时阵真爱唱你真伟大，而且斗阵的时阵就唱你真伟大。做伙唱的时阵，我即马回想起来，其实迄个时阵爱唱，是因为咧唱的时阵，大家有共同的记忆、共同的友谊、共同的生活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唱你真伟大。迄个时阵讲实在，也袂晓敬畏上帝，敢若感觉这条歌真好。大家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就体会大家斗阵的时阵爱唱这条诗歌。但是当我伫到高中的时阵，去有圣神感动，头一摆经历上帝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我唱你真伟大，对我的意义无相像啊！这条歌对我来讲，无搁再是兄弟姊妹做伙的感情的表达。这个时阵唱这条歌的意思是，上帝会改变人的生命。伊是伟大的上帝。这条歌对我的意义是上帝的同在，伊会改变人的生命。伊的伟大是伊是有能力的上帝。迄个时阵，我体会上帝是伊是一个有能力的，伊的能力会当大到改变人的生命，所以伊是一个伟大的上帝。我开始对这条歌有一个全新的体会啊！
后来我有机会出国去美国读册，有一届开车对洛杉矶开2天的车，开去到大峡谷。有人捌去过美国的大峡谷 Grand Canyon 的人请举手。哦，真侪人捌去过，所以你一定知影我咧讲啥物。因为人讲大峡谷的日出足水的，迄天透早足冷的，但是为着要去看伊的日出，半暝就开始开车，一直开，一直开，一直开。拄啊开去到大峡谷的时阵，落雪了，啊个日头出来，透早的第一个日头的光，斜斜照伫迄个红色的大峡谷。当我看到迄个大峡谷，去互惊着。刚才他们讲有惊着来讲，所以人讲爱敬畏上帝，爱敬畏上帝，毋是干那敬上帝，毋是干那对真尊敬安尼啊，爱敬畏。敬畏要敬畏上帝，因为上帝会让你害怕，他的美会美到让你害怕，迄就是迄刻的感受。敬畏上帝，上帝的能力是安怎我都创造大自然遐尼水，遐尼大，大到你无法度看到迄个边，迄个时阵对心底真自然。上帝互我唱新的歌，对心底自然就唱你真伟大。迄个时刻，我明白这条歌对我的意义。上帝是伟大的上帝，这个世界宇宙的上帝，伊是创造互人敬畏的上帝。对我阁有一个全新的意义。但是到即马，这条歌对我阁有一个阁较无相的意义。每一届行伫路中，看见到上帝的作为，包括伫宣教大楼中间的起造过程，得到上帝真大的帮助。看到兄弟姊妹真用心的起造这个代志，也看到上帝互咱兄弟热心的奉献。迄个时阵真自然，伫生活中间就唱。你真伟大，你真伟大。迄才是为着人祈祷，为着病人祈祷，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互病人得到医好。迄个时阵，我唱你真伟大。迄才是有时看到厝里的有人、亲友的人，迄才是兄弟姊妹人中间，甚至有人伊的亲友过身去，但是伊对伊的过身的亲友的中间去经历到圣神的安慰。我的心真欢喜，迄个时阵我嘛会唱你真伟大。所以这个时阵，这条歌对我的意义，已经不是上帝的能力，已经不是上帝的创造，已经不是上帝的存在。这条歌对我的意义，就是上帝活伫我生命中间，时时刻刻行神迹奇事，你真伟大。唱新的歌，同一条歌，无相时阵咧唱，带来不同的意义，无相的意义。上帝毋望咱会通唱新的歌，不管是唱新的歌，还是一条歌对你有新的意义，对咱拢无相款的影响。咱的生命若继续成长，一直经历上帝，就会一直唱新的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，咱会通做一个决志。今仔日听了这个圣经的道理，你会通做一个决志。两项决志，头一个就是当你若伫未来一礼拜，你陷落伫困难的中间，操练唱歌学老上帝，找一个安静的所在，唱歌学老上帝。直到唱到什么时阵？唱到什么时阵？唱到你的心思意念转变为止，对忧愁变作喜乐，对困难开始找到盼望，对悲伤得到安慰为止。爱唱到你的心思意念转变为止。第二项，伫教会中学习唱新的诗歌，所以伫未来一礼拜，咱伫主日中间所唱的诗歌，反复来唱。
伫教伊真做咱的气力。伫台湾，咱的宣教师马偕博士，伊会通讲是台湾所有的宣教师的中间，所有的宣教师的中间，上爱唱歌俄罗上帝的宣教师。你会通看见伫台湾咧宣教的时阵，拢咧俄罗上帝，不断咧俄罗上帝。最近有人做研究，马偕伊所唱的诗歌，伊就发现，当马偕伊开始咧传福音的时阵，特别伊传福音的第一个少年人，迄个少年人福音听袂入去，伊就带伊唱诗歌。迄条歌叫做《永远甲主徛起》，听了后，这个青年人就欢喜留落来，成做马偕的第一个学生，叫做阿华。但是迄个时阵的台湾人袂晓欣赏上帝创造的美好，嘛无法度欣赏大自然的美好。马偕毋知要安怎甲伊讲上帝伟大甲美好，伊就带伊去爬观音山。即马观音山顶原遐有一个好汉坡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带伊去遐爬山。当伊爬去到山顶的时阵，伊看到台北平原甲淡水河。迄个时阵，阿华感受到马偕安尼形容讲，伊的感受停起来，但是并无死去。直到伊看到关岛平原、台北平原的时阵，因就伫迄个所在体会到上帝创造的美好，因就伫遐唱：我认救主，毋惊见笑，日日离家搁较亲近，永远甲主徛起。然后，当马偕传福音到伫原住民、到伫平埔族的时阵，伊看到遐个民族心真硬，原来甲因做伙唱歌。照因日记记载，一天唱歌唱8点钟。哇！咧报道的时阵，无法度通唱歌唱到8点钟。伊讲我上爱引带人来吟诗。搁有一摆，伊对桃园转来到淡水，伊对桃园转来到淡水，拄着土匪来甲伊抢劫。迄个时阵足紧张的时阵，马偕就甲伊学生讲：咱做伙来唱歌吧，咱做伙来唱圣诗吧。亲爱兄弟，你若唱的时阵，你若开始唱圣诗，你想会发生什么代志？迄个时阵，迄个土匪认为讲，这个人应该身躯无钱，所以伫遐开始咧唱歌，遐土匪就走啊。所以后摆你用唱的时阵，爱记咧唱歌，你就袂去用唱啊。甚至当马偕一直到三角埔长老教会迄个所在，为着三角埔长老教会。一个长老来开刀，迄个时阵麻药甲伊注落去了后，伊要试看即个麻药是有效还是无效，伊就叫伊唱歌，叫伊唱歌唱圣诗，我的目睭举目望天，用安尼来试看伊的麻药到底有效无效。这点佫袂歹，所以后摆麻药若有效。就会唱袂落去啊！啊，若无效，就继续唱。搁有一摆，当马偕带着伊学生阿华去到家人传福音，迄个时阵家人真歹反对福音，甲伊恐吓，伊就叫阿华伫众人的面前做见证。阿华唔敢做见证，伊就引带伊唱：我认救主。无惊见笑，当唱了后，阿华真自然就学了上帝，就见证上帝。伊对所有的无信的人讲：我所敬拜的上帝是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我袂使拜人的手所刻的偶像。这个惊吓的阿华变做一个勇敢的门徒。
诗歌伫马街传福音的时阵，一直成做伊的气力甲力量。愿咱逐礼拜所唱的诗歌，也伫你的生活上，成做你的敬拜、气力甲力量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你爱阮一生荣耀属你，常时也享受你，所以你赏赐诗歌。阮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，阮会通借着圣歌对来学乐。阮也感谢你，借着诗歌，互阮会通来学乐你。孤单的时阵，惊吓的时阵，失去信心的时刻。失去亲人的时刻，破病的时，感谢你，你是要借着诗歌甲阮相通，你也要借着诗歌来鼓励阮，也借着诗歌学乐的时阵，你互阮的心会通恢复。感谢你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